說起台南市天文協會，可追溯至1986年全球掀起哈雷彗星的觀測狂潮，也讓當時一群熱愛追星的府城天文前輩，就在那一年6月8號正式成立協會，開啟了南台灣民間天文科普推廣的黃金時代。今年該會迎接40週年慶，特別舉辦紀念攝影展，每一張浩瀚星河都是精心挑選，帶領民眾深入淺出解開星空密碼，也讓參觀的民眾大呼感動。第一次接觸到這種天文攝影展，感覺就是非常的一股莫名的非常強烈的感動，要捕捉到這種整體的畫面的那種心力跟那種用心的程度是很難，不是當事者是很難以去感同身受的。這個是 M31，是我們人類眼睛能夠看到最遠的地方，多遠呢？250萬光年，也就是你眼睛看到這哇是250萬年前的影像。那時候人類在地球還沒有誕生，好，所以看欣賞天文，對不對？可以把我們的眼界打開。好，人的心胸像降落傘，你要打開了才有用。欣賞天文真的是打開我們的心胸。这張是我們太陽的8字星系，那我是每隔10天，就是說10號、20號、30號，然後到安平的那個漁港黃波堤上面，然後呢拍下呢這個太陽它的一個白點，那我拍了1年總共有36顆，然後呢加上最後1顆呢就是地景，這個地景就是冬至的時候的太陽。那最後一張我貼上去的時候，這個我眼睛一亮，我女兒剛好在我電腦後面走過去的時候，爸爸，這個好像天空的一串珍珠。40年來，台南市天文協會始終秉持普及天文科學、分享星空之美的初衷，不僅帶動天文觀測風氣，更積極走入社區辦理講座和觀測營，從不間斷。我們每一個月有天文路邊攤，我們提我的天文器材，給民眾看月亮，還是看星星，就是看土星有土星環，木星有紅斑四大衛星。所以真濟人會講，唔知影阮台南有台南市天文協會這個人民團體，伊唔知所以阮會一直強調講，阮是一個推廣性質的，阮無收錢，看免錢，對。然後這些提供的天文器材，攏是阮幹部私人的。天文協會人，大家人攏是心胸足開闊，因袂暗度啦，因袂講我翕到這我是什麼技術，袂使互別人知影。伊我翕到，人哎呀，你哪安尼翕來我教你，伊會帶你去。所以是天文學會跟其他的學會無共款的所在。那有的人，像阮天文學會呢，那是每個月都會在戶外空間做天文路邊攤，對成立到今嘛40檔。無間斷。該紀念攝影展第一波在美三館畫廊咖啡展出至7月28號，隨後8月份將移師永康社教中心，歡迎民眾一同前來參觀，並加入追星的行列，點亮屬於自己的星空夢。記者郭恩吉台南報道。